台中捷运伫5月1日发生一个歹人压倒乱杀人的事件了后，市政府有请捷运警察加强列车的安全维护。不过，这项勤务伫16过后，列车就改派保全人员，引起民众疑虑。台中捷运表示讲，调整了后，保全会当兼顾到随车守护和车站巡检，发挥上界大的功能。若阵发生事故，也会当随通报警察。预防手挂着伤的手笼、辣椒水、甲警棍是拢参甲招着。台中捷运的保全准备做随车守护的勤务。列车到站了后，除了要注意乘客上落车的情形，再来上车执行勤务。台中捷运顶个月2日发生有歹徒举刀啊共攻击的事件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原底是捷运警察禁止列车甲车头提升巡逻的比率。为这个月10日开始，改由保全执行随车的勤务，引发部分民众的疑虑。一种方式就是行控中心，它车内会广播保全去处理状况；另外一种方式，我们随身都有携带无线电，就近的车站用无线电联系我们。你就全部要照检查，也不可能，也不大可能。反正就是说，你就要训练有专业的人专门处理这个事情。保全公司表示，因应台中捷运的调度，随车的保全甲着线分做南北两端，分区做循环式的执勤。若拄到紧急的状况，除了第一时间处理，嘛通报上近的车头，再搁通知警方。台中捷运嘛强调讲，会机动性调派以及各站的人力，若有问题拢会当支援，袂出现人力无够的情形。因应保全安排了随车守护勤务之后，公司已调派人力至车站支援，仍可维持既有的服务能量。如果车站有异常状况，公司将动员人力前往支援。台中捷运强调会当发挥保全上大的功能。现在捷运警察队嘛表示，目前勤务的规划要是包括车头甲车厢的巡逻，嘛规划小范围巡逻的勤务。若拄到有状况，会当真紧就过处理。现在管区警方嘛规划会去车头巡逻来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